你好啊，歡迎嚟到 Cantonese is so easy。今日我會用一個好輕鬆、好慢嘅方式，同你一齊學最基本、最重要嘅廣東話問候語。你唔需要緊張，唔需要記咁多嘢，你只需要慢慢聽、慢慢感受。廣東話真係可以好簡單、好容易、好親切。首先，我想同你講，學一種新語言，最重要係開始嗰一步。你今日再喺度聽緊，就已經踏出咗好大一步。你應該為自己開心。而家呢，我會教你第一句最常用嘅廣東話係你好。呢句真係超級重要，因為你喺香港、澳門、廣州或者世界上任何一個講廣東話嘅地方，都會聽到呢句你好。我會讀幾次，你可以跟住讀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如果你同好多人成日講嘢，你可以講你哋好。呢句係講俾一班人、一組人聽㗎。你哋好。跟住早晨都好重要。早晨係對住成早遇到嘅人講㗎，簡單、清楚又好聽。早晨，我哋試下讀幾次。早晨，早晨，早晨。有時候你會聽到啲人講早晨啊，尾音會長啲，表示親切啲。如果係午晝，你可以講午安，但係老實講，平時廣東人未必咁講，講你好都得。晚黑嘅時候，你可以講晚上好，但係如果唔知講咩，講你好永遠都唔會錯。學完招呼，你可以學另一句超級口雅嘅重式，你點啊？呢句係 How are you？ 但係更加口雅，更加自然。你點啊？你可以答我好好啊，或者唔錯啊。而家我想你同我一齊講3次。你點啊？你點啊？你點啊？我好好啊，唔錯啊。好啦，跟住我哋講自我造式，要講自己最簡單嘅係我叫。你可以講我叫 Tommy， 或者乜嘢你嘅名。問對方名，你可以講你叫咩名啊？呢句好實用，因為去到香港同啲人傾偈，好多時候就係咁從上開始。為咗令你更容易記住，我而家講一個超簡單嘅小故事。聽日早晨，我行去公園，我見到一個人，我講你好，佢答早晨。我問你叫咩名？佢話我叫 Tom， 我講好高興識你。佢又講我都好高興識你。之後我嘅講再見。你聽得明幾多唔緊要，最重要係你已開始聽到語感、聲調同埋語氣。而家我哋一齊慢慢讀返啱啱嗰啲句子。你好，早晨。你叫咩名？我叫。你點啊？我好好啊，唔錯啊，好高興識你。再見。你講得啱唔啱都唔緊要，重要係你肯講，唔使怕講錯。講錯係最好嘅學習方法，越講越唔怕，越講越自然。最後，多謝你今日咁用心聽我講廣東話，你已經學識咗好多基本句子。我希望你覺得廣東話真係唔難㗎，同我一齊慢慢學落去，你一定會講得越嚟越自然。下次我哋會學更多實用嘅句子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